2026丙午馬年，適逢60年一遇嘅赤馬紅羊劫，有3個生肖將擺脱2025年嘅陰霾，強勢翻紅，運勢爆發。一、生肖羊。2026逢六合年，屬羊者更容易揾到人生嘅方向，亦都可能揾到適合嘅工作。過去原本諗唔開嘅事情，亦都會漸漸接受。2026年係檢視身心靈嘅好時機，不過要特別注意受病符星影響，可能會舊疾復發，老毛病纏上。一定要記得顧好健康，一切都會跟住好。二、生肖虎。2026年對於生肖虎係三合入坐，喺工作或者財運上面將出現轉機同機會，俾你有種忙碌嘅成就感。不過切勿貪多責唔難，有時候機會嚟了，要先評估自身能力，量力而為。一股腦往前衝，反而會衝過頭。建議喺忙碌過程當中，一定要有智慧或係有規劃性，評估任何項目，寧可做得專精，亦都唔好多而不精。三、生肖豬。2026年紫微同龍德星入座，屬豬者喺2025年可能會遇到一啲工作瓶頸，想要突破卻冇法突破。2026年將會撥雲見日，僵局或係唔會被一一化解。不過機會嚟嘅時候，應該要耐心去完成，如此唔單止可以得到人哋認同，仲能夠觸發更多唔同機會，朝向成功之路邁進。2026唔能夠再偷懶啦，一定要好好衝刺，係你喐起上嚟嘅重要時刻，積極同努力係你成功基本嘅條件。